时间时间，熬下熬下熬成婆。下面下面煮着煮着煮成粥。我赢！我没发表得奖感言。我说老板娘，我会做饼，谢谢你们爱吃我的饼。海报啊，奇怪，海报打排球，哇，超精彩的。你有时输不起啦，你才没自信，你输不起，没自信，你输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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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没输不起啊！对不起，我说，我要说对不起，我太放松了。好。女子防身术，来，我是女的，然后背一个色狼搭肩。第一个是先固定这只手，固定，然后。这香港人物尾拍间，烧鱼好好吃哦，好好吃。为什么大家都说那个鱼好？因为台南虱目鱼最有名。当然那个肉好好吃。第一个字。一定要先固定它，然后再第三个字。也。第四个字。啊，刺眼。叫小欧来演练，小欧在改装是吧？那个小乌高贵，康真正中国靠。你嘛，我辛苦。认真好吗？晒。热。君。哎呦，比。因为我经常会被人家骚扰，我就要学一些东西来自我保护。像戏里面啊，彩香啊，常常会从背后熊抱我，然后小欧啊，他也都会常常这样，就是对我这样勾肩搭背的。那我觉得不应该是可以这样子，所以我就常常就是用一些招式化解他们对我这样子的侵害。